习近平、普京两人进行会谈，普京感谢中国，也谴责美国制造台海危机。中国是讲和罗西亚要徛共阵线。美国审查台湾政策法以后，咱看到讲欧盟通过台海情势决议案，强调要保护台湾的半导体，嘛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演。41岁网球名痴 Roger Federer 宣布要伫咧网球界来退休，后礼拜就是上尾一场。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家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关心习近平和普京伫咧乌兹别克斯坦来见面哦。普京先肯定中国伫咧因和这个乌克兰冲突的时阵采取支持的立场，也强调讲哦，这个罗西亚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谴责咧美国造成咱讲台海危机啦吼。习近平是讲咧，伊和普京是真亲近的朋友哦，嘛讲中国愿意和罗西亚搁徛共一个阵线。啊，咱国外交部是抗议讲罗西亚总统普京这个讲法是颠颠倒倒。做伙坐伫会议室内面对面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算会面。这场习普会伫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举行。普京显然是有准备来，马上就台湾议题表态。由中国迅速批评美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面临重大危机。乌克兰收复乌东大片土地，普京也无忘记感谢习近平伫乌克兰议题平衡立场。这是习近平伫新冠疫情发生了后头一届海外访问，也真受国际注意。只是伊到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的时阵，落飞机脚步无徛在，差一点触倒。甲普京的会面，路透社报道讲，伊真欢喜会当见到老朋友，也强调两个人真侪解通话，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愿意甲俄国联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伫这场普习会前，俄罗斯国防部阁发布一段影片，内容是两国海军伫太平洋联合军演，就是要向先国家释放中俄同盟的重要消息。咱国外交部批评俄国总统普京的讲法是乌的公主病，并表达正式抗议，强调两方互相无关系，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另外讲到乌克兰是大反攻，最近收复真济所在哦。不是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就表示讲，发现这个遗体是满街路，伊要求罗西亚要对这场战争来负责任。另外讲到欧盟执委会主席，这阵是第3届来到 Kiev， 伊搁再强调讲，欧盟会继续来支持乌克兰。用探测器伫咧附近正细腻的所在。确定无俄军留来炸弹或者是手榴弹。乌克兰军方伫咧伊久姆郊区这个树林内面发现这座乱葬岗，伫咧十字架顶头只敢有数字无名，不过每一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拢是一条无辜的性命。Ці хрести якраз і є ті цивільні, які загинули. Вони тут поховані. Експертизу ДНК ми обов'язково зробимо. Я думаю, що ексгумація цих тіл буде. 乌克兰军方最近加真侪和俄罗斯抢劫领土手段，包括哈尔科夫重要城市伊久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去视察这个所在，佮发现真侪人被俄军抬死了，带伫咧郊区的乱葬岗。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伫这个所在差不多440个墓。Буча, Маріуполь, тепер, на жаль, Ізюм. Росія всюди залишає по собі смерть і повинна за це відповідати. Світ повинен притягнути Росію до реальної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за цю війну. Зробимо все для цього. 在火车到基辅，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根伫战事发生了第3遍到当地访问。
伊讲甲顶一遍比，指挥民众安怎回归正常的生活，互人印象真深。就算是支持乌克兰爱真侪经费，不过自由是无价，所以后面会继续支持乌克兰。As in the last month,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Ukraine get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Ukraine has proven that it is capable if it has the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for example, the member states or other friends. Tha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另外，冯德莱恩也讲，乌克兰加入后面的停事进展真顺利，双方同意在几类的问题上增加合作，来确保乌克兰企业的发展，并且增加收入，会当帮助因顺利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的8月份工业生产虽然增加4.2%，但是这个房地产投资这阵是有够惨的惨。再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G7 7大工业国这个峰会举行经济部的这个会议，咱讲到这个强调爱阻挡中国用其他经济实力来欺负其他的国家。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了后，这阵咱讲。习近平和普京头一个来见面，讲是亲近的这个朋友。上尾来看到这个美国 New York Times 伊讲到美国各向这个乌克兰提供6亿的这个美金，还有这个军用物资来支援。嘛看到这个 Washington Post 来讲到，这阵 hacker 来入侵美国 Uber 公司部分内部系统拢暂停来使用，全面这阵调查当中。国际上要紧，带大家来看到讲，这个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台湾海峡经济决议案加强力头啦来挺台湾，尤其强调爱保护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嘛强调讲这个谴责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演。另外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咱讲天主教教宗 Franciscus 拢去到这个卡扎斯坦来去访问啦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Vatican 事前有和中国政府来接触讨论两个人有会面但是被中国来拒绝。这个 Franciscus 也表示讲，家己无理解中国的心态到底是安怎。Lui aveva la visita stato lì, ma io non l'ho visto.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官访莫哈萨克，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拄好也出访当地。听香港媒体报道，梵蒂冈进前不甲中方来接触，探讨安排会面，不过和中国来拒绝。方济各也向媒体表示，家己无理解中国的心态，不过必须尊重。È un gigante, capire la Cina è una cosa gigante, ma non perdere la pazienza, ci vuole tanto, ma dobbiamo andare col dialogo. Io cerco di astenermi di qualificarla, perché sì, può darsi, ma andiamo avanti. 习近平他不急，方济各有求于中国的，远比中国有求于梵蒂冈。梵中关系如果越来越好，对台湾是越来越不利。学者讲，梵蒂冈甲中国若是破冰，确实会牵动梵蒂冈甲台湾的关系。不过见高断交，毋是一步就到位，有效效应以外爱观察。加上方济各7月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捌讲，希望甲中国的临时协议会使赶紧来续签。前副总统陈建仁进前以总统的特使身份来出访教廷，温故邦交的意味是十足。另外，欧洲议会是伫9月15表决通过台湾海峡经济决议案，强烈来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外交部高度欢迎并诚挚感谢欧洲议会的全会通过了台湾海峡情势的决议案，谴责中国的军演，并且呼吁深化跟台湾的伙伴关系。欧洲议会以424票赞成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海峡经济决议案，国际讲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甲任何动武的威胁，也强调民主台湾的生活方式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和中国真不满。虽然美国讲是咱讲深化台美关系，不过美国也一再强调讲，一中的政策是无咧改变。另外讲到国内学者就认为讲这个因为美国反中国这个气氛真悬，所以这个法案通过几率嘛非常的这个悬。中共呢，伫遮可能提出促成赶紧统一的法律。
台湾政策法案互看作是对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了后，全面重新整理美国对台湾政策法案，这是影响到台湾甲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牵连到国防甲外交，引起中国不满甲反对。因安尼，美国国务院重新强调对台湾的做法无改变，维持一中的政策。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have deepened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e'll continue to do so with effectiv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appreciate the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that we're seeing in Congress and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the country. 法案互改图做高方面支持台湾，要压制中国意思。国民党郑立伟、林玉峰指出，无到致使台海危机的地步。不过学者分析讲，法案代表美中战略的对射进入到牵连台湾法律竞争的阶段，可能逼中国针对反混的国家法来修法，甚至用法律来加快统一台湾的脚步。那如果说在这种压力底下，就是说美国也推出了台湾政策法案的话，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推出一个更积极的立法？就是过去一直传言的包括统一法或者是基本法之类的。法案要求对台湾提供免代价的军事援助，时间就伫2017年中国侵犯台湾的高风险期。民进党郑立伟、桂正亮解读讲，这选过美国未出兵来协助台湾。不过学者讲，美国看待台湾甲乌克兰要受警察。目前还是提供这个装备，还有增强彼此的交流、沟通、密切的紧密合作为主。但是台湾跟乌克兰又不尽相同所以这边后面还是很多不同的因素、复杂的考量。法案要通过，要交到参议院审理，佮经过众议院协调出一个版本，加上届期袂当连续，要伫国会明年1月份期满进程，2院拢通过，才会当交予总统拜登签署生效。王信提分析，美国伫反中国的趋势之下，法案通过的几率是真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过来看到英国女王 Elizabeth 2世过身了后，目前大厝停伫咧西敏厅，互民众来悼念。这个排队这长度是7公里长，停留的时间嘛长，也互边仔这店家意外造成伤机。另外讲到这个 William 王子啦这阵被任命做是 Wales 亲王，伊的看手 Kate 这阵是 Wales 的这个王妃。外界就咧暗示讲，这个 Kate 会一直被摕来和这个 Diana 王妃来做比较。排队人潮真济，一直排到真济路口以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7岁过身了后，人球为当地就是开始为北京汉宫刷联到国会大楼、西敏宫的西敏厅，互民众去悼念。不过对道的人潮伤济，就算西敏厅内底实施分流，队伍游园排到超过7公里，互队伍经过店铺心理是真好。Last 2 days we've been extremely busy. We usually open at 9, but for last 4 days we managed to open from 7. 根据英国政府的人流监测系统显示，悼念的民众平均爱排11点半钟的队伍，才会当进入西敏厅。麻烦民众爱用各种方式来度过时间。悼念的时阵，有人面对灵柩鞠躬，有人穿军衫行军礼，嘛有人流着目屎在对倒。I'm a security guard, and I've taken 1 week off without working, without pay, to come and show my respect throughout the whole funeral, because she was a fantastic 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Commonwealth. 女王过身了后，威廉王子和人民做威尔斯亲王，加尔凯特正做威尔斯王妃，这嘛是伫咧戴安娜了后头一位正做威尔斯王妃的王室成员。外界咧要凯特会互人起来，甲过身的戴安娜王妃做比较。I think that now that Catherine has the same title that Diana had, Princess of Wales, there'll be all kinds of comparisons. It's a different age, a different time, and I think Catherine will do her own thing. 英国王室传记作家兼记者莫顿认为，戴安娜甲凯特拢知影家己的立场，嘛照着身份做慈善工作甲公众责任。像凯特伫2020年提倡的儿童早期发展议题，戴安娜当年嘛有反地雷甲关心艾滋病的议题。不过凯特会用家己的方式来做新的威尔斯王妃。公司新闻台是唐朋友。另外，讲到其他大英国协成员国内面，即阵佫传出着取消君主制度的这个声音。伫咧澳洲也是 New Zealand， 因这个原住民也拢讲英国10年的这历史，就是原住民受人屠杀的苦痛。因就主张讲，趁这个机会改做共和制，要彻底摆脱10年的历史。
这是澳洲原住民伫2020年1月26号国庆日迄天举办纪念活动的场景。这天是230多年前第一批英国人到澳洲的日子，但是对原住民来讲，却是土地互白人占领、屠杀和苦难的开始。所在市区一个英国库克船长的雕像，嘛，互因想到这段有花有目屎的殖民史。澳洲独立了后，同款甲英国女王当作是国家元首，伊丽莎白2世过身的消息传来的时阵，澳洲总理马上宣布9月22号是全国哀悼日，但是原住民无安尼想。More sad for them. While they're mourning their queen, we're mourning our people. We're mourning our old people. We've had enough, and it is an insult to declare at the click of a finger a day of mourning on the 22nd of September. 澳洲的原住民是无愿意活伫英国市民的过去内面。顶个月一个女参议员就职的时阵，故意安尼讲。I, Sovereign Lydia Thorpe, do solemnly and sincerely affirm and declare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I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the colonising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Senator Thorpe. 澳洲的原住民认为讲，趁英国王室改朝换代，即嘛当时澳洲改制共和上好的时机。隔壁国纽西兰的原住民嘛安尼想。If we can't address the negativity and the impacts of colonisation now, then when? Do we wait for Prince William or Prince William's children? 伫纽西兰原住民的眼内，市民的唯独和种族歧视的问题，即马同款伫伤害上善家的原住民。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虽然表示讲，纽西兰一定会改作共和国，但是毋是短期内就当完成。澳洲总理阿班尼斯嘛讲，伫伊的第一个任期内未做公道改制。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镜头看到美国，咱讲到 Texas、Arizona、Florida 这块州咧，咱讲州长拢是共和党籍哦。为着要表达对拜登政府放零边境、甲移民政策的不满，最近几啊个月，甲几啊千名这偷渡者用巴士再去倒位咧，再去 New York、Chicago、个 Washington D.C. 这块民主党执政的这个所在，这块无人道的这个做法，引发济批评。德州的共和党籍州长艾伯特今年4月以来，甲7000外为墨西哥边境偷渡入境的移民，用马术载运去华府、纽约这民主党人执政的所在。15德州各用这种的方式出动2台马术，甲这点75至100人的非法移民送去副总统候任地伫华府的主体附近。Del viaje de Texas para acá nos dieron lo que una bolsa de comida donde venían galletas y refrigerio, algo de comer, sí, claro, nos dieron algo de comer, un viaje de 40 horas, claro, un viaje bastante largo, bastante fuerte y bueno, lo que no fue inesperable fue aquí que nos dejaron a la deriva sin saber para dónde ir. Nuestro destino es llegar hasta Nueva York. 华府专门照顾移民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甲路透社记者表示，因接到的消息是透早6点伫联合车站接人，完全想袂到巴士会甲移民载去副总统因兜附近。同款未付处理的地方官员，也阁有马州马萨波多荒岛福州州长的德桑提斯，则是出动2台飞机，甲50个委内瑞拉偷渡客送去当地。德桑提斯讲，安尼做是要互偷渡客知影，福州毋是因的庇护所，同时也警告拜登政府最好边界管控。So our message is, we're not a sanctuary state. We don't have benefits or any of that. There are some sanctuary jurisdictions, and that would be better. Now, what would be the best is for Biden to do his damn job and secure the border. There's a legal way of doing this. And for managing migrants, Republican governors interfering in that process and using migrants as political pawns is shameful, is reckless, and just plain wrong. 马萨波多园是美国东花正出名的休热胜地甲国际住地区，前总统奥巴马甲克林顿等人拢有度假厝，也是民主党票仓之一。这群人有查甫有查某，阁有细汉囡仔。因到位的消息传开了后，地方官员甲民间慈善团体立刻比照风台时期的机动应变，照步来发送食物甲衫仔，搁进行新冠病毒体检甲安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体段消息来看到，今年41岁摕到20座大满贯冠军的网球名气，这个 Swiss 的 Roger Federer 宣布要来退休咯，因为骹头骨受伤，都要手术。虽然伊拍拼来复健，但是伊嘛讲哦，身体都要求伊要休困啦所以咧后礼拜伫咧伦敦的这个比赛，就是网球职业生涯的上尾一场。 费德勒有过算袂清楚的赛盘点，伊举着双手享受胜利的时刻。不过，这种画面将会真侪美丽回忆。球路紧强准的随时特快车，15宣布退休。 The past 3 years have presented m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juries and surgeries. I've worked hard to return to full competitive form, but I also know my body's capacities and limits, and its message to me lately has been clear. I am 41 years old. I've played more than 1,500 matches over 24 years. Tennis has treated me more generously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t, and now I must recognize when it is time to end my competitive career. The Laver Cup next week in London will be my final ATP event. 伫经过纪录片的骹头骨手术了，今年41岁费德勒决定要退休。伊特别感谢伊的看手米卡尔，伫咧有心8个月的时阵，还佫去看伊的比赛。 I consider myself one of the most fortunate people on earth. I was given a special talent to play tennis, and I did it at a level that I never imagined for much longer than I ever thought possible. 费德勒不创连续237礼拜，总共310礼拜坐伫男子单打球王宝座的纪录，而且有5个赛季年终世界排名是第1。伊有20座大满贯的冠军杯，其中有8个温布顿冠军是史上上多，103 ATP 单打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2多。伊个人摕到的冠军奖金超过1.3亿美金，排行榜排第3。费德勒加前球王乔科维奇，还有西班牙曼纽纳达尔，互人叫做3线球王。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s helped make the dreams of a young Swiss ball kid come true. 顶礼拜，美国女网欧金珠小威廉斯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告别伊的职业选手。而即马费德勒也宣布退休，因为这届美网的男单是西班牙19岁艾卡拉兹摕到冠军。 也互人看到世代的交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世界真熟悉来看到，侪伫咧线顶游戏，也是讲美国电影，亲像《Star Wars》内底，拢捌出现过这个飞天机车哦。即阵特别伫现实生活中，会当看到咯，你嘛会当来骑，暗算会伫咱讲日本和美国来上市，做伙来看。 这毋是倒一出科幻电影拍片的现场，是底特律车店户外场地，由测试驾驶员伫试飞这款下飞奥多拜。根据研发业者的公司网页资料，这款下飞奥多拜动力来源包括内燃机甲电池，整体重量差不多300公斤，长跨国3.7公尺甲2.4公尺，比一般的中型轿车较细一丝。 It was exhilarating. I mean, it's not vicious, right? It's comfortable. I mean, it was really comfortable taking off and landing. So there's no like jerky jerk. It's literally very, very smooth. And I can't wait for the future. I'm so excited. 因为载重的限制，虽然伊的速度有每点钟80至100公里，嘛敢若会当伫空中飞40分，上大载重差不多100公斤。伫日本上市，每一台爱777000美金，差不多是台票2400万。业者为着争取伫美国的市场，准备推出较细型的款式，希望甲价销控制伫5万美金，差不多台票156万外。 当然，这毋是全球头一种会当飞的奥多拜。为2014年开始，各国都一直有业者投入研发。像讲2017年上市的天吉星3号，趁迄个时阵杜拜航空店的机会，互产品会当得到杜拜警方的启用。 另车顶其他重点方面，因为拜登政府一直伫咧推销电动车，美国汽车制造业者嘛顺续推广更较侪车款，亲像前侪年来叫做肌肉车的双门轿跑车，较早拢强调内燃机延任的马力加转力。 另外，还有加速性能等等。最近包括美国相当有效的皮卡，也甲所讲的肌肉车，不少车款维持原来外形，延任拢改做全电动。除了政府的政策，嘛甲车用电池科技大幅度进步有关系。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这段日子对阿明的支持，咱未来有缘再相会，拜拜。